各位觀眾老友記，緬甸政府近期重拳打壓跨境電詐，力度前所未有。截至11月21日，最新行動成果已經出爐，已經炸毀咗 KK 園區等詐騙嘅據點建築182棟，拘捕咗超過1000名外國嘅涉案人員，仲搜獲超過2600部電話同埋21000部手提電話，徹底圍剿電詐黑鍋。今次嘅行動並非突襲，係國際社會持續施壓下，緬甸軍政府聯同克倫民族軍喺11月18日正式展開嘅清剿行動，目標直指邊境重鎮苗瓦底。呢個地方向來係電詐同人口販賣嘅核心據點，臭名昭著嘅 KK 園區就坐落喺呢度，同水溝谷並列為當地2大犯罪嘅樞紐，長期藏污納垢。為咗杜絕犯罪死灰復燃，緬方直接出動炸藥，針對園區內未經批准嘅建築進行大規模嘅拆除。官方數據顯示 ，KK 園區總共635棟建築入面，目前有182棟已經被成功摧毀，剩餘453棟嘅拆除工作仲喺緊鑼密鼓進行中。與此同時，抓捕行動同步推進，逾1000名嘅外國籍涉案人員相繼落網，大批用於電詐作案嘅電腦、手機都被一併繳獲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今次打擊行動仲有國際社會嘅配合支持。早前美國 SpaceX 公司識別出園區周邊超過2500台星鏈嘅設備，並主動令其停止運作，成功切斷咗犯罪集團嘅跨境通訊渠道，為行動鋪平道路啊！不過行動過程中亦都出現咗少許嘅混亂，有上千名園區相關嘅人員趁亂逃離，試圖橫渡莫伊河進入泰國。部分人因為不熟水性不幸溺亡啊！而家泰方亦都喺邊境設立咗臨時嘅避難所，對越境嘅人員進行甄別，區分受害者同自願從事電詐嘅嫌疑犯，後者將會面臨非法越境嘅起訴。緬甸政府強調，今次雷霆行動嘅目標係徹底剷除電詐犯罪嘅土壤，保護民眾合法嘅權益，而國際社會亦都普遍認同，終結跨境電詐已經成為咗全球嘅共識，唯有各國嘅加強執法合作，先可以真正實現天下無詐。目前相關拆除同調查嘅工作仍然係進行中，後續嘅進展我哋會持續跟進報道。唔知大家對今次緬方嘅行動又點樣睇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度同我哋講下。